第二项，228大屠杀伫打狗。228的时，民众去长官公司抗议，煞互开枪兵死。消息为台北传到规台湾，台湾人毋愿一直互苦毒，拢起来反中国人。为着社会安定，逐所在的头人拢出面维持规矩，嘛向中国人政府请愿，要求政治改革。中华民国政府一面假影接受台湾人的意见，前时间，一面私底下计划派军队出来武力镇压。见着人就杀，杀死真侪人。无随防杀死的，嘛真侪人互无赖掠去判死罪。特别是社会硬的高人，到呾有人连身死伫倒位都毋知，凶手嘛无受罚。1947年3月初6迄天，打狗7个在地头人组代表团去茶山高雄要塞司令部和彭孟启见面，想要和平解决问题。无意外，伊竟然甲人掠起来，杀死。随后派中国军队出来，去拍高雄市政府、高雄车头、高雄第一中学，甲市内其他所在。路年见着人就杀。世界的大屠杀，死伤足侪人。打狗228大屠杀是全台湾上粗残、上酷毒的，是台湾头一个所在，互军队武力凶死镇压，嘛是头一个所在，甲去谈判的人直接杀死，阁是古一搭死伤人数上侪的。咱看打狗的状况，就通知影全台湾有偌凄惨。228大屠杀发生了后，随着世界乌白掠人、杀人算数，刷落去的日子戒严、白色恐怖时代，过共40几冬，台湾人的青春拢总乌有去，毋知偌济台湾人死去，身躯边重要的亲人无伫咧，囡仔无阿爸阿母，甚至代志是怎样，嘛毋敢讲出来。逐日继续互迫害，规个家庭互抹屎，囡仔互糟蹋，规世人枉屈、伤心、凝心、激心，无地透，牢伫心肝内，待生命，永远好袂离。